有裝修業界人士反映，本澳嘅外勞同黑工越嚟越多，希望政府加大力度打擊黑工同過界勞工，保障本地工人權益。政府資助坊間自願清拆僭建物，加上經屋入伙，預計帶嚟一定數量嘅裝修工程。但係有裝修業人士反映，外勞同埋黑工越嚟越多，私人嘅裝修多數都會聘用外勞或者黑工。本地裝修行業嘅發展前景唔係好理想，有一啲工人由新年到而家都未有工開。冇公開嘅，到而家為止。大概我諗佔木工嚟計算，起碼有50%。山頂醫院咁，全部都搬晒出嚟，都請晒啲勞工。澳門嗰啲工人都好少響度開工。咁樣政府嗰啲工程點解會俾晒啲黑工做晒呢？啲勞工做晒呢？佢反映會入邊大約有300名會員，但係所接到嘅工作數量都唔係好理想。希望政府加強打擊黑工同埋過界勞工，又敦促政府處理好民生同埋住屋問題。工務局回應話，現時山頂醫院第1期急診擴建工程，平均每日有200到230人開工，而本地工人同埋勞工嘅比例係2:1。又話政府推出嘅公共工程一直規定承建公司優先聘用本地工人，局方會要求監理公司監管地盤外勞同埋本地工人嘅開工人數，由監理公司現場核實，定期向局方遞交有關報告。另外，今年頭2個月，治安警同埋勞工局喺分別採取嘅打擊行動入邊，合共查獲非法工作者38名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黃曉琴報道。